6月7號深夜，一條消息喺香港演藝圈傳開咗，鍾景輝走咗，享年89歲。好多人仲記得2024年新春佢嗰張正面相，銀髮坐喺梳化上面接受後輩拜年。邊個都估唔到，嗰張相之後唔夠2年，佢就咁在睡夢中離開咗。更加令人意外嘅係，呢位一生冇結婚冇仔女嘅戲劇大師，身後留低咗一份清晰到近乎冷酷嘅遺囑，冇模糊嘅措辭，冇留俾後人爭拗嘅空間。遺囑內容同遺產分配方案，直到訃聞發佈嘅同一日先至被家屬確認。鍾景輝嘅侄仔喺6月7號對外發佈訃聞，確認鍾景輝喺6月3號朝早喺屋企瞓覺嗰陣間離世。訃聞由侄仔代表發佈，措辭簡短。侄仔話懷住沉痛心情宣布伯父離世嘅消息，並話家屬正處理後事，喪禮同追思會安排待落實後再公佈。呢份訃聞冇提及鍾景輝嘅病情，亦冇講明具體死因，但從家屬後續透露嘅資訊嚟睇，鍾景輝嘅離世同舊疾無關。佢喺2016年確診大腸癌第1期，接受手術後康復，之後幾年都冇復發記錄。今次離世屬於自然衰老導致嘅器官衰竭。家屬話佢走得安詳，冇痛苦。鍾景輝一生未婚，冇仔女，佢嘅伴侶一欄始終係空白。喺香港娛樂圈，鍾景輝係少數公開承認自己選擇獨身嘅人。佢曾經喺接受訪問嗰陣講過，戲劇佔據咗佢全部嘅時間同精力，冇剩餘留俾其他關係。呢個唔係藉口。翻查佢嘅履歷，由耶魯大學戲劇學院畢業到喺香港演藝學院任教17年。由創辦 TVB 藝訓班到66歲重返 TVB 拍戲，佢嘅人生得一件事：戲劇。正正因為冇配偶同仔女，鍾景輝嘅遺產分配完全由遺囑決定。根據家屬喺訃聞發佈同日確認嘅內容，鍾景輝喺幾年前就已經立好遺囑，並委託律師保管。遺囑嘅核心內容如下：第一，鍾景輝名下嘅全部房產，包括佢喺香港嘅寓所，全部留俾侄仔一家。呢套寓所係鍾景輝住咗超過30年嘅地方，亦係佢退休後深居簡出嘅所在。房產估值約喺3000萬港紙以上，具體數額以 estate probate 文件為準。侄仔一家並非突然獲得呢筆財產，鍾景輝生前已經多次喺公開場合提及侄仔係佢最信任嘅家人。第二，鍾景輝嘅銀行存款、投資理財產品、強積金餘額等金融資產按比例分配，其中60%留俾侄仔一家，用於處理後事及日常開支；40%設立為鍾景輝戲劇教育基金，由香港演藝學院代管。呢筆基金嘅用途明確，資助有經濟困難嘅戲劇系學生，以及支援香港本土舞台劇嘅製作。基金唔接受外界捐款，淨係使用鍾景輝個人資產。第三，鍾景輝嘅個人物品，包括佢歷年獲得嘅獎杯、演出服、劇本手稿、信件、相片等，全部捐贈俾香港文化博物館。家屬已經同博物館方面取得聯繫，博物館表示願意接收並設立專題展規。鍾景輝喺耶魯大學時期嘅畢業論文，喺香港演藝學院嘅教案，亦喺捐贈清單之內。第四，鍾景輝明確喺遺囑入面寫明，唔接受任何以佢名義設立嘅慈善晚宴、紀念演出、捐款活動。佢要求家屬唔得以任何形式向外籌集紀念鍾景輝嘅資金。呢一條寫得好清楚，冇留任何解釋空間。遺囑由香港執業律師見證，具有法律效力。家屬表示，遺囑內容冇任何爭議，所有相關方均已知悉並接受。鍾景輝嘅侄仔喺接受電話訪問嗰陣，淨係講咗一句說話：伯父做事從來都係清清楚楚。鍾景輝嘅一生要由泰國講起，佢係泰國華僑，喺泰國出世，出世後隨家人移居香港，
喺香港度過咗童年。之後家人又搬去上海，佢喺上海生活咗一段時間，10歲先至返到香港。呢段輾轉嘅經歷，令鍾景輝由細就接觸到唔同嘅語言同文化。佢識講粵語、普通話、英語、泰語呢種多語言能力，後來成為佢喺國際戲劇舞台上嘅優勢。喺香港讀書期間，鍾景輝就展現出做戲嘅能力。佢喺學校嘅戲劇表演中多次獲得男演員獎項。呢啲獎項唔係安慰性質嘅，而係校際比賽嘅正式名次。中學畢業後，佢冇立刻進入演藝圈，而係選擇繼續深造。佢申請咗耶魯大學戲劇學院，並被取錄。耶魯大學戲劇學院係全球排名靠前嘅戲劇教育機構。鍾景輝喺嗰度接受咗系統嘅戲劇訓練，由表演理論到舞台導演，由劇本分析到燈光設計，佢全部學過。1960年代由耶魯畢業後，佢返到香港，開始咗佢喺香港戲劇教育領域嘅工作。佢喺香港演藝學院任教17年，呢17年入面，佢教過嘅學生名單，幾乎就係香港演藝圈嘅半壁江山。王祖藍、陳國邦、蘇玉華、林保怡、陳豪，呢啲後嚟喺 TVB 同電影圈活躍嘅演員，都曾經坐喺佢嘅課堂上面。王祖藍曾經公開講過，鍾景輝教佢嘅唔係演技，而係點樣喺舞台上面控制自己嘅身體。陳國邦就話，鍾景輝係佢入行後遇到嘅第一個唔怕得罪人嘅老師。但鍾景輝對香港演藝圈影響更大嘅一件事，係創辦 TVB 藝訓班。1971年 TVB 決定開設藝員訓練班，需要一個有戲劇教育背景嘅人嚟負責。鍾景輝被揀中，佢唔單止係藝訓班嘅創辦人，仲係第一任導師。藝訓班嘅課程設置、考核標準、淘汰機制，全部由佢制定。第一期藝訓班畢業嘅學員入面，有一個人後來成為國際巨星周潤發。周潤發當年報考 TVB 藝訓班，第一次冇被取錄，原因好簡單，佢嘅廣東話唔夠標準，形體表現亦唔夠突出。但鍾景輝喺複審嗰陣見到佢嘅表演片段，決定俾佢一次機會。鍾景輝後嚟講過一句說話：我睇人唔睇而家，睇嘅係10年後。周潤發後嚟嘅發展，證明咗鍾景輝嘅判斷。除咗周潤發，TVB 藝訓班仲培養出劉德華、梁朝偉、吳孟達、湯鎮業、黃日華等一批演員。呢啲人構成咗 TVB 黃金年代嘅演員陣容。鍾景輝係呢個陣容嘅起點。鍾景輝自己喺 TVB 做戲係2003年開始嘅，嗰一年佢66歲。由2003年到2018年，15年間，佢每年至少出演一部 TVB 劇集。產量高嘅年份，佢同時接5部戲。呢個數字對於一個66歲以上嘅演員嚟講唔算低。佢喺劇入面嘅角色，基本都係戲份吃重嘅長輩型人物。高朋滿座入面嘅爺爺，甜酸爺爺入面嘅老豆，律政強人入面嘅法律界前輩。呢啲角色嘅共同特點係對白多、表情少，靠氣場撐住成場戲。鍾景輝喺 TVB 嘅最後一部劇集係2019年播出嘅《牛下女高音》。呢部劇拍攝嗰陣，佢已經82歲。拍完呢部劇後，佢同 TVB 嘅合約到期，冇續約。唔續約嘅原因，除咗年齡，仲有健康。2016年，鍾景輝確診大腸癌第一期，佢接受咗手術，術後恢復良好。但手術對一個80歲嘅人嚟講，消耗係實實在在嘅，佢需要時間休養。喺康復期間，佢曾經短暫復出拍過幾部戲，但體力明顯不支。2018年，佢正式退休。退休後嘅鍾景輝，生活半徑縮細到佢嘅寓所，佢請咗看護照顧日常起居，偶爾有後輩上門探訪，影幾張相，發到社交媒體上面。
呢啲相成為外界了解佢近況嘅唯一渠道。2024年新春嗰張正面相係最後一張被公開嘅清晰正面照片，之後嘅相基本都避開咗正面。家屬同後輩都尊重佢嘅意願，唔再公開佢嘅面部狀態。鍾景輝冇社交媒體賬號，佢唔用智能手機，佢同外界嘅聯繫靠電話同信件。佢嘅學生們會定期打電話俾佢，匯報自己嘅工作，佢會聽，會回應，但唔會主動打電話。鍾景輝嘅離世喺香港演藝圈引發咗大面積嘅悼念。消息傳出後唔夠24小時，超過30位藝人喺社交媒體上面發文。周潤發通過經理人發表咗聲明，話鍾景輝係佢一輩子嘅恩師。聲明全文得2句說話，冇多餘嘅嘢。周潤發本人冇接受任何訪問，但據佢經理人透露，周潤發喺得知消息後當日冇安排任何工作。劉德華喺社交媒體上面發咗一張佢同鍾景輝喺 TVB 藝訓班時期嘅舊相，配文得4個字：恩師走好。呢張相影喺1970年代，相入面嘅鍾景輝企喺課室前方，劉德華坐喺第一排。劉德華冇寫更多文字，但佢喺相下面加咗一支蠟燭嘅表情符號。梁朝偉嘅悼念嚟得稍遲，佢喺6月8號凌晨發出一段文字：鍾老師，我係你藝訓班嘅學生，冇你就冇我。呢句說話我從來冇當面講過，而家講。梁朝偉從來唔公開談論自己嘅過去。呢段文字係佢少有嘅公開提及 TVB 藝訓班嘅經歷。黃日華喺社交媒體上面發咗一段長文，佢寫道：鍾老師係藝訓班嘅第一任導師，我係第一期學員。當年佢教我哋嘅第一課唔係表演，係做人。佢話做演員之前先學做人，做人做唔好，戲都演唔好。我記咗50年。黃日華仲透露，佢喺2016年鍾景輝確診大腸癌嗰陣，曾經去醫院探訪。鍾景輝當時同佢講：唔好嚟啦，返去拍戲。吳孟達嘅悼念由佢嘅女代發，因為吳孟達已經離世多年。佢嘅女喺社交媒體上面寫道：爸爸曾經話鍾老師係佢喺藝訓班最怕嘅人，亦係最感激嘅人。爸爸話鍾老師鬧佢鬧得最多，但教佢都教得最多。吳孟達同鍾景輝嘅師生關係持續咗超過40年。湯鎮業喺6月7號當晚發咗一張佢同鍾景輝嘅合影，拍攝時間係2010年 TVB 台慶。相入面2個人企埋一齊，鍾景輝隻手搭喺湯鎮業膊頭上面。湯鎮業嘅配文係：鍾老師一路走好，學生湯鎮業敬上。王祖藍嘅悼念引發咗大量轉發。佢發咗一張自己跪喺鍾景輝面前嘅舊相，嗰張係佢喺香港演藝學院讀書時嘅課堂照片。王祖藍寫道：鍾老師，你話過我嘅身體條件唔適合做演員，但你亦話過身體條件唔夠就用腦補。我用咗20年證明你講得啱。呢條動態喺發出後2個鐘頭內獲得咗超過10萬次轉發。陳國邦喺社交媒體上面發咗一段影片，影片入面佢坐喺車入面對住鏡頭講嘢。佢話：鍾老師走咗，我入行第一個得罪嘅人就係佢，因為我喺課堂上面瞓覺，佢叫我起身，當住全班嘅面鬧我，我當時憎佢，後嚟我先至知道，佢鬧我係因為佢覺得我有天賦，唔想浪費。鍾老師，多謝你鬧我。陳國邦講到最後聲音有變化，但佢冇關掉影片。蘇玉華喺接受訪問嗰陣講咗一句說話：鍾老師走咗，香港戲劇少咗一條柱。佢仲透露，鍾景輝喺2024年新春團拜嗰陣同佢講嘅最後一句說話係：唔好嚟啦，我冇事，你哋去忙你哋嘅。林保怡喺6月8號發咗一張鍾景輝喺香港演藝學院任教時嘅相，相入面鍾景輝企喺黑板前面，
黑板上面寫滿咗英文劇本分析。林保怡寫道：呢個係鐘老師上堂嘅樣，佢從來唔用 PPT， 淨係用黑板同粉筆。佢話 PPT 會令學生淨係望屏幕唔望佢。陳豪喺社交媒體上面發咗一張佢同鍾景輝喺 TVB 片場嘅合照，影喺2015年收規華嘅拍攝現場。陳豪寫道：鐘老師喺片場從來唔遲到，從來唔早退，從來唔用替身。佢80歲仲喺片場走位，我企喺隔籬望住，覺得自己冇理由唔認真。苗僑偉喺6月8號發咗一條簡短嘅文字：鍾景輝老師，香港演藝圈嘅奠基人之一，學生苗僑偉鞠躬。苗僑偉同鍾景輝並無直接師生關係，但佢喺 TVB 藝訓班創辦初期曾經旁聽過鍾景輝嘅課程。歐陽震華喺社交媒體上面寫咗一段比較長嘅文字，佢回憶自己喺 TVB 藝訓班時嘅經歷，話鍾景輝係嗰個年代 TVB 最嚴格嘅老師。歐陽震華寫道：鍾老師打過分數最低嘅學生，亦讚過進步最大嘅學生。佢嘅標準得一個：你有冇用心？郭晉安、馬浚偉、鄭嘉穎、黃宗澤、林峰等 TVB 藝人亦先後發文悼念。呢啲悼念內容大多簡短，但只向同一個事實：鍾景輝係佢哋共同嘅老師，或者老師嘅老師。TVB 喺6月7號晚間嘅新聞節目入面，用咗30秒回顧鍾景輝嘅生平。呢個係 TVB 近年來給予離世藝人嘅標準時長，但好多人覺得30秒唔夠。香港特首李家超喺社交媒體上面發文，話鍾景輝係香港戲劇教育嘅先驅，對香港文化事業有貢獻。香港演藝學院發表聲明，話鍾景輝係學院最重要嘅導師之一，學院將永久保留鍾景輝嘅教職檔案。鍾景輝嘅喪禮同追思會尚未確定日期，根據遺囑安排，喪禮從簡，唔設公眾弔唁。追思會嘅形式同時間，由侄仔一家同香港演藝學院共同商定。鍾景輝戲劇教育基金嘅啟動時間，預計喺喪禮結束後1個月內公佈。佢呢一生冇結婚，冇仔女，冇傳出過緋聞。佢將所有嘅時間俾咗戲劇，將所有嘅遺產留俾戲劇同家人。遺囑寫得清楚，後事安排得清楚，離開嘅方式亦清楚。喺 W 嗰陣間，喺自己嘅屋企冇痛苦。鍾景輝嘅遺產總值，家屬未對外公佈，但根據公開嘅房產資訊同鍾景輝生前嘅收入水平，外界估計喺5000萬港紙上下，其中大部分將流入佢設立嘅戲劇教育基金。佢唔要紀念晚宴，唔要捐款活動，唔要任何人用佢嘅名義籌錢。呢個就係鍾景輝，做事清楚，走得亦清楚，人生無常，一路走好。好啦，以上係今期嘅內容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多謝大家嘅支持。